在大型幼稚园鼓吹又有活力的舞蹈表演当中，正是为南区模范母亲表扬活动揭开序幕。今年的表扬活动总共有19位妈妈得到推荐，入选模范母亲。区公所5月1日举办盛大的表扬典礼，邀请市长黄伟哲、议员蔡淑慧、吕维颖、周丽晶、民进党南区主任朱家峰。以及真侪里长、贵宾共同出席盛会。画面，幸福的定格画面，希望呢留给大家最美好的回忆。妈妈的这个伟大，大家对妈妈的孝心一点都不嫌多，一点都不嫌多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借着这个活动，那再一次彰显母亲的伟大，也要祝福普天下的妈妈都能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今年我们南区模范母亲表扬一共有19队哈，那这19队都是由我们里社区推荐出来的，各有各的一个特色哈，那都对整个家庭的付出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们想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在这样子温馨的5月天，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母亲。为了让这的妈妈会当水水上台领奖。公所特别邀请慈利时尚美学管理协会、景星新基、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来为模范母亲化妆。有的妈妈几10档唔捌化妆，看到家己变了遐尔水，拢非常的欢喜。我唔捌你增加的，我唔捌你换的啊。较自然啊，你看较水了，咱家己唔敢学个。我们静心生计跟慈利协会，还有华德公家的学生，来帮我们这些模范母亲，今天这么辛苦的一个这么荣盛的一个节日哈，那我们帮她化妆，然后帮她护肤，让她今天比以往的更漂亮哈。带着我们学生哈一起来这边帮我们伟大的母亲来做服务哈。那我们把学校学的成果呢带着走哈，那也到社区，那来让妈妈体验一下。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学生对着会当运用在学校所学的技术，帮助到社会，拢感觉非常有意义。我所学现在的东西可以让这些可爱的阿嬷变得更漂亮、更美丽。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有，很有成就感。出来服务别人也是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对，所以觉得自己开心，人家也开心，所以就是对两方都有利，对，所以也很谢谢老师教我这些仪器。区长肖秀华表示，妈妈对每一个人来讲，拢是一生中上重要的人之一。感谢因默默为家庭、子女以及社会尽心付出，也祝贺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